感谢上帝，互咱来到伊的圣殿，真正心会当切切要行无疑。诗人真够用无同款的话语来表达出来咱心内的想法。有当时啊，咱必须要去了解伊到底这个话语的中间意思是安怎。古早有个人讲吼，讲当你超凡的时阵吼，你一夕之间安怎头毛拢变白。啊，敢有影有即款代志？会听讲有呢，吼！超凡到一个程度，讲哦，第二天早起起来讲，规个头毛拢变白，讲拢变白安尼吼。啊，但是人佫较知影，即款的真侪用语要表达出来，咱生命中间的一寡情形。拄啊，雅各诗班带领咱做阵来敬拜来学乐的诗歌，讲主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。什么叫做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？咱听到诗班安尼来吟，敢有互咱的心也同款做阵感动？伫即款的心善甲羡慕，你若心善羡慕一项代志的时阵，你想迷嘛想，你会安尼想办法去做，连暗时的时阵，你嘛咧想即款代志，嘛咧想即项代志，这叫做切切羡慕。所以今仔日咱礼拜一开始的时阵。咱的慈惠嘉隆执事特别咧讲到，咱羡慕上帝亲像鹿，切切羡慕溪水共款。一只鹿，伊足意爱踮咧溪水边，找到溪水边踮咧迄个所在来得到饥渴。口渴的时候，真的可以去找到水。心灵干渴的时候，你心里觉得不满足的时候，你真的希望能够找到那个可以满足你的对象。迄款呢叫做渴慕。当然，伊若无对象的时阵，你就袂想要去渴慕。所以诗人咧讲伊羡慕伊渴慕要甲主相见面。为什么会想要甲伊相见面？为什么想要甲伊相亲近？因为伊想要更较了解、更较知影，伊伫一生的中间，拢伫即个主宰的掌权甲带领。若是安尼，伊要安怎会当？享受恩典以外，佫会当活出来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一个回应，这是咱每一个人所期待的。所以，咱踮咧教会，特别是即几礼拜开始，咱要恢复一个主题。咱毋知影会记得无？伫咧2年前、3年前的时阵，咱教会拄开始教育馆拆掉。拆掉的时阵，咱有一段时间用尼希米记，咱兄弟姊妹毋记得无？咱总共差不多2个月要3个月，我们都用尼希米记一章来读起，迄中间所咧甲咱讲的。内面有一句真重要，咱若会记得，迄叫做尼希米原则、尼希米法则。什么叫做尼希米法则？尼希米本来是一个官员，伊是一个做官的。在那遥远两河流域的地方，他根本不需要招过来巴勒斯坦这样水的所在。但是当伊听到故乡去的兄弟姊妹咧讲到耶路撒冷城，虽然耶路撒冷圣殿有咧起，但是城荒废，煞互一寡人踢笑，互外邦踮咧攻击。伊踮咧几千公里以外，两河流域迄个所在做官，做一个官员，就好势好势。毋过伊听到这款代志。伊心忧闷就祈祷，心忧闷祈祷，伊祈祷偌久？若照咱看圣经，伊祈祷至少3个月。王感觉讲，即个一天到毋踮咧我的边啊吼，甲我发落食饭，甲我发落即项，甲我是我同亲密的同伴。最近看伊那忧头革面，所以有一天即个皇帝吼挡袂牢啦。一般皇帝哪有咧插下骹的人咧烦好声，对无？官员一大堆，奴仆一大堆，我哪有法度插恁兜有啥物代志？3个月，即个王感觉，嘿，我即个官员特别就甲尼希米问讲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，互你忧愁啊？伊才甲王讲，我听到我的故乡迄个所在，就咧耶路撒冷迄个所在，有即款的情形，有荒废的即款的情形。王就甲伊问，无你要创啥？你甲我讲，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安怎？伊讲吼，那王允准我吼，我甲你请公假，吼，我甲你请假，甲你请公假，
请公假，互我倒转去哈。我虽然伫遮出世的哦，巴黎书亭耶路撒冷迄个所在离我足远的，我毋知。毋过听到即款情，你互我公假，互我会当去遐。我好，我准，你公假过来咧，要创啥？若过来第二项，互我通行证。因为迄阵啊，帝国每一个关卡中间，若无即个皇帝下令你去到逐所在，到迄个所在在地地方官总是要甲你讨一点好处。若皇帝下令，一路畅行无阻，会当倒转去耶路撒冷。我讲简单，转一个银仔尔，来一张互你通行证互你。你有要过伫啥？当然嘛要。去到遐都毋是我家己一个去咧。我阮当是招阮遐在地的同胞去，毋过阮欠材料、欠树木，古早同好的建材就是树啊。请你嘛共款，佫一张允准互我会当去黎巴嫩的所在，巴黎书亭的北边，就是黎巴嫩。迄个所在有真侪安尼真大丛的树木，你互我会当安尼去得到遮个树木。皇帝讲无问题。佫互你一张，尼希米就安尼来到耶路撒冷，所以咱迄个时阵讲着几落礼拜，拢咧讲尼希米的故事。迄阵咱原来2战楼的教育馆还未拆掉，咧讲着尼希米原则真重要。当伊去到耶路撒冷去迄个城墙的时阵，伊用几工起起来，一礼拜，一年有几礼拜？伊用52天，甲城墙起起来。所以咱咧讲的尼希米原则就是什么？祈祷的时间是做工的时间超过2倍。你若有准备，你若有好好祈祷，你会发现到上帝在做工。所以咱伫咧迄个咧读尼希米的时阵，你会记得即句话无？当我做工的时阵，是我咧做工。当我祈祷的时阵是上帝在做工，特别是教会的事工。当我做工的时阵是我在做工，当我祈祷的时阵是上帝在做工。毋是讲我祈祷的时阵我毋免做啥，但是当我咧祈祷的时阵，你就算手头哪做工，你会去经验到是上帝在翻盘，上帝在掌权，上帝在带领，这是上帝在做工。所以这是咧咱读尼希米记的时阵，所以当咱遐拆掉，咱即个组合屋拄起来，你阁会记得迄阵本来阁想要票选讲即间厝要叫啥？尾啊踮咧小会中，即个大家阁踮咧迄个咱群组咧讲你毋还会记得迄阵有叫做啥物无？有叫做耶路撒冷，有叫做啥物安尼叫了几落个？忽然间有一个伫咧中间有一个讲。咱最近在读尼希米若无就干脆叫尼希米。所以这个组合屋，这个教室叫尼希米教室，原因是安尼来的。迄段时间2016的时阵，咱拄好咧读尼希米原则，就是咱的祈祷是毋是有够业？你的备办甲上帝，你渴慕上帝到底有够业？若无，真侪工就是咱家己爱去做。祈祷的时阵，若无够业，你永远会当做你的事业，做你的代志，做你的兴趣，投入伫你想要做的代志。同款会用的，是干那你着爱加几落倍，家己去做。因为你想讲做工是我咧做，但是你若祈祷，你若加倍落去祈祷的时阵，你会发现，这个工程、这个事业、这个兴趣的形成、这个目标。毋是我家己咧做的啦，要去经历到是上帝咧做，极其轻松咧做一项。所以这是咱咧讲到迄段时间，咱用真侪3个月，我介绍3个月时间咧看尼希米记。即马咱看教育馆，这是对2楼办公室翕过去的。伫咱的拜堂，咱看到咱即马的拜堂的厝顶头前有一支十字架，然后咱2楼办公室翕过去，你看到。即马看到应该是5楼、6楼、7楼，然后521、522、523通关，过来通关顶头会有一个十字架。所以你若踮伫咧树林捷运站手扶梯坐起了，你过来就会看到迄个十字架伫顶头。
看到这个结果体出来啊，过来是更较有、更较侪代志爱做。伫这个中间，咱毋茫一段时间倒转来学习见长见仁、见堂见仁的功课。毋茫无因为硬体去做，逼到大家伤忝，煞掠做啊，煞去经验到是家己的手咧做工，啊是咱遮尔侪人咧做工，愈做愈忝，安尼就无彩啊！咱要安怎看上帝来引带咱，互咱伫见长见仁的过程中间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是参与伫见长的同工兄弟姊妹，更较欢喜享受上帝做工的喜乐。所以伫个咱几礼拜前第一摆，咱有先想，搁一摆想讲教会存在的意义甲目的到底是伫倒位？所以我有请咱大家你转去吼，练习背。咱有一寡同工吼，最近咧练习两个功课，一个就是抄圣经，啊，一个就是背金句，亲像主日学，因为安尼较袂痴呆吼，较袂失智。你发现你若背金句吼，愈背头壳会叮当，啊，搁来抄写，枕头也有抄写吼，帮助咱较健康。所以迄阵啊，咱有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徒那一档诶，咱应该爱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第3段甲背起来。伫咱的信息上头前遐，信息上头前，你会看到有主祷文，有10条诫，有尼西亚圣经，等等使徒圣经等等遮个，中间有一个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。第一段咧讲到三位一体的上帝，第二段咧讲到圣经是咱生命的基础，第3段咧讲到教会的定义甲功能。教会的定义甲功能，这就是咧讲理化。咱今仔日来教会是为什么？来三个敬拜是为了啥？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是普世个定军的本地。要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就是要互人会当看到啥？看到耶稣基督福音所带互咱的愿望。这个愿望是普世个定军的本地，咱通过付代价。什么叫付代价？通过受苦，通过三疼，来互人看到这个愿望的记号，通过咱。所以伫这款耶稣基督的救恩中间，伊来到咱的中间，耶稣要做和解的工作。圣经甲咱讲，耶稣基督来用伊家己的性命拍倒所有隔断的墙，犹太人甲外邦人，男性甲女性。自由的人甲奴隶，这中间拢有一个墙。这个墙，耶稣基督通过伊家己多情肉体伫十字架顶所完成的救恩，甲这个墙拍掉。所以耶稣成做一个和解的使者。咱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就是要做和解的使者。然后通过你愿意付代价，你愿意听人，你愿意服侍，甚至愿意受苦。咱的信仰个别讲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，和解的使者，愿望的记号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甲功能。你今仔日来到教会，绝对毋是干那咱灵魂得着救，安尼就足无彩啊！上帝互咱经验到伊的听，咱要成做和解的使者，咱也要成做世间人。愿望的记号，咱毋是愿望的源头，但是人甲你三角斗阵，伊的生命要无共款，你要看到愿望。所以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第3段咧讲的，讲教会是你我，毋是中职会，毋是小会，毋是教育馆，毋是礼拜堂，教会就是你我受调的兄弟姊妹。那安尼时阵，咱去到逐所在，拢要甲这个功能发挥。咱第一摆咧讲，教会要宣扬的就是愿望。教会去伫倒位，迄个所在有愿望，你我行到倒位去，每迄个所在都有愿望。但是偏偏咱会碰到足侪失望的代志，足侪看袂着愿望的，所以保罗在讲伫无愿望的中间，用愿望来相信。啊，都无愿望啊！你去倒摕愿望，伊咧讲着阿伯啦汉。无愿望的时阵，75岁离开故乡。当上帝甲讲，你要看天顶的星、海边的沙，我袂互你的后裔，互你子孙。伊咧讲，这个上帝吼活比我较久，
比我较老，迄头壳无清楚，袂记得我即马几岁啊？我哪有可能阁有囡仔，对无？啊，若要收养的吼是真侪一大堆，我哪有可能阁有好诶？伫无愿望的时阵，伊毋是讲用信心来愿望哦，请注意保罗所讲的，是用愿望来相信。无愿望的时阵，用愿望来相信。所以咱讲这叫做 hope against hope， 用愿望来对抗愿望，这是一款的无愿望的中间，你只有用愿望来去对抗，互迄个愿望会当走出来，这叫做信心，这叫做信心。所以咱会讲到教会存在，就是要甲人分享，要宣扬愿望的福音。这是咱第一礼拜咧讲到见长见仁。咱逐个兄弟姊妹，你爱心来想诶，你行到倒去吼，会记诶无？上帝恩典的油，就要通过你，滴伫逐所在。你虽然有真侪重担、真侪苦痛，你虽然还佫有真侪无了解诶所在，你真侪看落有当时会着惊，有当时忽然间暗时困袂去。你讲牧师啊，你摆暗时困袂去哦，办人啊毋办？为了什么代志？我讲为了小可的代志嘛会，为了大的代志嘛会。昨暗安尼5点停电，停到暗时，停到几点？咱知影咱这区域是全台北市上尾恢复电力的吼。加到12点外吼，挡袂牢啊！你嘛是都爱困。迄阵啊电才来，有电为虾米来？你哪会知？因为吼，足侪开关袂记得紧嘛。忽然间大放光明啊！忽然间大放光明，啊！阮是要困时阵挑工甲厝诶，规个啊，迄个甲开开安尼，你就知影电来啊。会无？会啊！啊，佫有真侪代志，但是迄款诶操烦并袂互你失去希望，为虾米？因为上帝家己应允，上帝家己这应允是对上帝来诶，毋是对人来，所以咱用愿望来坚定咱诶信心。来面对、来迎接上帝所要互咱的愿望，这是咱第一礼拜咧讲的。第二礼拜，咱有讲到，逐个人踮咧教会中间，逐人拢有无共款的恩赐甲参与。咱足期待你来甲教会，毋是干那来做礼拜，毋是干那来做礼拜。你除了做礼拜以外，三个敬拜以外，你会当参加一个团契，参加一个诗班。参加报牛，有一摆有一个47岁兄弟问讲：牧师，我用去参加报牛无吼？我讲：你去问团长啦，毋是问我。要参加圣歌队会用的无？爱去问队长，毋是问我。要报牛，报良，就是咱的第一场的敬拜团长，即摆是仲轩。我讲：你去问伊，你毋是问我，你去问伊。我感觉会用的吼。你看，你去问伊，看你用去参加。咱足期待每一个兄弟姊妹踮伫树林教会，毋若干那主日礼拜，你会当选择一个团契、一个服侍、一个小组，任何一个参加，因为迄是互咱会当伫咧即个教会的起组顶头，咱三甲有分。毋若来做礼拜，毋若来奉献，咱需要真侪的奉献。咱真有信心，知影讲上帝，阮当会甲咱备办教育馆的起组，算的差不多将近要1亿4千万，咱可能还佫欠几千万。但是咱知影兄弟姊妹，咱欢喜奉献。但是上帝更较需要的是，你会当伫即个见长见仁的过程中间，来甲树林基督长老教会，我即个使命有互人起组起来，迄个起组是通过献身，通过参与。所以无论多一个团契，多一个查经班，你伫咧参加的时阵，你就有属灵的同伴会出现。会有属灵的同伴，可能一个，可能2个，无一定定定见面，但是会当用电话3请安、3扶持、3代祷。这是咱踮咧树林教会所期待。有当时咱会足毋望家己吼，较紧大汉。你看即个查某囡仔身高偌悬，你知影伊遐顶头几公分？你知无？160。伊敢有160？因为下骹迄块伊啊几公分？讲8公分啦，互伊种家己紧大汉。咱逐个人拢想讲，我有才调，我有能力，我看我会当加做一寡，我加较大汉的无？毋过咱第2礼拜咧讲的，
讲到不管咱是属伫什么款的团体，做什么款的服侍，会记得是上帝互伊大长，是上帝互伊大长。生命中间要去消磨这项，你才真正大长啊！生命中间，生命中间如果没有顿悟到是上帝使生命成长的话，那你还是一个幼苗。你顿悟到了，是上帝使我成长，是上帝使我的公司成长，是上帝使我们这个群体成长，是上帝使我们的教会成长。你有去顿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才是真的长大成熟。迄个时阵，咱才是大长。但是真侪时阵，咱会看到家己。我有当时嘛会想讲，遐尼侪人来树林教会，敢会是想要听科牧师嘛咧讲啥的无吼？焦点永远搁放伫家己所做工，爱去看到是上帝互伊大长，上帝互咱大长，上帝互咱成长。那是安尼，有真侪人伫无共款的角色、积分顶头，无共款的境遇，拢真好，拢真好。但是咱知是上帝互咱大长，这是咱第二礼拜伫讲的，这是咱叫建堂二体起造起来，过来咱的信徒软体嘛起造起来。第三就是咱今仔日所要讲的，今仔日所咧讲的就是耶稣踏出一步，互咱看到无共款的所在。所以咱讲教会的建堂的中间，信徒的起造的中间，爱念伫耶稣基督。你讲当然嘛有，阮叫做基督徒，咱叫做基督徒，对无？啊，基督徒的意思是啥？这三字的意思，就是基督的门徒嘛，属于基督的人啊，所以阮叫做基督徒。那是属于基督的人，咱就该结连到底。今仔日就要讲啥？对，你若清楚讲我是基督徒的时阵，安尼就对啊。基督徒就是咱结连的基督，所以咱做伊的门徒，咱的师傅讲安怎，咱就做安怎。伊安怎行，咱就安尼行。伊答应咱的，咱拢会当得到。伊的功夫一项都无暗藏，拢要拼互咱。伊对生命所备办的，要互咱行伫迄中间。耶稣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巴勒斯坦这个所在，所以咱若看正边这个彩色的图，你会看到中央啊有一条较青色、较水色的所在，对北。迄个细细中间有一个叫做加利利，往南即个约旦河，爱甲伊边啊的山谷，啊到同下骹有一个所在，咱叫做死海，长长的死海，专家一直足烦恼的，毋免阁过偌久，即个死海会打去，会打去，伊想尽办法，甚至想要做一条按地中海，啊甲引入来，拢共款咸的嘛，对无？啊，毋过毋敢。你看无偌远呢，连巴拿马运河都可以通了，苏伊士运河都通了，那几十年前的代志，要通这条不难。全世界技术上好的以色列排前3名，对无？科学技术，以色列国家遮小，但是以色列的技术全世界排前3名中间的一个。因要开这个运河，要做什么款？绝对不是难事，讨论已经20-30年啊，还是不敢碰，不敢碰。因相信这个叫做里海内面的海，还是叫做死海，有上帝特别的稳定伫的。啊，咱就看到这是河，所以伫这个按北加利利到南死海的渡边，这就是咱所咧讲的巴勒斯坦。这个巴勒斯坦较顶头，你有看到一个绿色哈，迄度一定去黎巴嫩的左上方，你有看到推罗。耶稣一生的传福音，大部分拢是伫巴勒斯坦这个所在，北加利利、南犹大、中间撒玛利亚。也毋过，今仔日的圣经马可福音第7章讲到耶稣北出去甲推罗，各北去西顿，然后东来甲约旦的东边，这是咱今仔所看到。你若看倒边，甲一寡其他的物件摕掉，安尼就较白色、较清楚。你会当看到，同款是伫约旦河即个北边是加利利，南边是死海的倒边吼，啊，过去就是地中海。即地
就是巴勒斯坦。伫巴勒斯坦中间，至少即马有2个国家，一个叫做以色列，一个叫做啥？就巴勒斯坦。这嘛是联合国的一员。伫几年前独立成做国家，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因甲以色列的紧张，还是真强，是伫即个所在。咱看耶稣出世，踮伫个耶路撒冷边啊，伯利恒，伊大汉是伫加利利湖边啊，拿撒勒，伊传福音大部分伫即地。今仔日伊走到北边，黎巴嫩的推罗，佫往北边去西顿，然后来到东边约旦河的东边，就是今仔日的约旦的所在，迪加波利，这是10个城的所在。耶稣去外邦，这款的行动要甲咱讲一项什么代志？福音毋是干那伫咧犹太人的中间，要踏出去这个范围是普世上帝国的福音。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完成的救恩是普世，去甲所有的犹太人、所有的外邦的所在。所以，咱今仔日会当结连的基督的时候，咱就要定心来看。那安尼，咱足期待咱的教会，毋但是干那会当传5万的福音，佮知影上帝互教会大长。那安尼教会毋是干那一直大汉大长就好，同重要是爱健康。咱顶礼拜有特别讲到，1950年代到90年代。全世界教会伫点要讲成长，要大长大汉，但是90年开始，伫想的反省的是健康。你若真正健康，就会大长，就会大汉起来。你若健康，无论是你的身体、你的心灵、你的精神，就会当成熟比较成熟起来。那安尼，咱要对圣经来看，安尼健康，圣经安怎来看？我感觉圣经咧讲健康，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咧讲到上帝的好，上帝的好。咱今仔日读这段圣经，耶稣踮伫推罗、西顿、提伯加利等等这些城，伫医治、伫赶鬼，众人奇怪，众人不只奇怪，因为伊所做的拢是好，伊所做的拢是好，这个好卡洛斯。甲创世纪第1章第30开始，一直到31节遐，上帝看伊所做的一切，拢是卡洛斯，拢是好，讲迄个哩，也就是讲，这个良善，这个好，这个听的上帝，毋但伊创造的一切是好，包括道成肉体耶稣基督显明的荣光、显明的荣耀，嘛是好。所以咱要念的，咱教会的头，咱所要结连伫这个头的，咱都要先知影，这是健康的定义啊，是好的，因为是对上帝遐来，对上帝遐来叫做健康，叫做好，毋是人世间的角度，等下咱会看到这个部分。所以咱先看到圣经讲，健康其实是上帝好，上帝工作，上帝创造是好，所以连世间人。看到道成肉体耶稣基督所做不只也是好，各项拢是好。这款的好，伫经文中间常常咧甲咱提醒，你我咱嘛经验会到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每一摆洗礼的时阵，咱拢会甲兄弟姊妹提醒，人若踮伫基督就成做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，一切拢变做新的。人若踮伫基督，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人若结连的基督，连结于耶稣基督，因为这个中枢神经发号的指令，你有接受到，安尼你就是该念到顶。然后一只手，中枢神经若发命令，伊无要叮当，这只手咱叫做啥？这只手安怎？伊无要接受中枢神经的指挥的时阵，这只手就已经失去功能啊。这只脚若无安尼行，就叫摆脚；这只手若袂叮当，叫做啥？毋知，咱无讲摆手呢吼。哦对，所以结连的基督，点的基督的意思是啥？
中枢神經發出來命令，你聽得懂、接受得到，而且你會回應，對不對？安尼叫做結靈的基督。你就要經驗到新的代志，你要經驗到新的代志，你要經驗到這個。雖然兄弟姊妹，咱攏會提醒一項，你若結靈的耶穌基督，他發的指令你會接受得到，而且你會回應，而且你會去做新的事情，你會做新的代志。教育館起，這個人漸漸大。教育館有一天會親像這個拜登60年會老袂，教育館會變舊袂？會，咱共款知影會。所以哥林多後書第4章16節甲咱講，這個外在的事，包括這個外在的人，攏會日日朽爛，會朽壞。毋過內在的性命，內在的人日日換新。咱今日踮咧樹林基督長老教會，有一天咱會換，新的來，咱會轉去。但是咱知影，如果咱有結連的基督的時陣，踮咧樹林基督長老教會兄弟姊妹，日日換新，因為上帝的好，上帝所定義的健康是繼續性的，伊毋是靜態的，毋是你會當摕一個物件，毋是，伊是佇迄個過程是繼續性的，日日換新。敢若親像今仔日眾人看耶穌基督所做的代志，不加好，不加好。所以，若結連佇耶穌基督的時陣，你就會發現保羅所講的，譬如這個身軀的百體，所有的肢體什麼東西都有，什麼樣都有。這咱就要先來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的健康。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的健康，講唔是無破病叫健康哦。健康就是身體保持好的狀態，精神、心情保持好的狀態，社會的活動、社會的適應也是良好的狀態，安尼叫做健康。健康的定義是安尼。在這20年來，有真濟專家想要挑戰、要改變這個，但是還佫無改變。這是1948年到即嘛，1948已經70年啊。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，還是叫做世界健康組織WHO 所定義的。伊敢若親像甲咱講一個很好、良好的狀態，這叫做終極的理想嘛，對不？大家嘛期待安尼，但是衛生組織佫甲咱講，我不能夠保證你明天一定比較健康，因為你明天一定比較老啊。我感覺應該保證講咱人會愈來愈老，無一定講明仔載較健康，所以就找出來另外一個健康的定義，叫做最佳現實的適應。大家人攏無共啊，大家人現在同好的情形是什麼款？迄才是我的健康。所以若安尼，我的健康的定義，甲牧師您的健康的定義，甲兄弟姊妹健康的定義就無共款咯。大家人你同好同適當適應的情形，這才是你的健康。這是講到肉體、心靈的狀態。那安尼，教會兄弟姊妹猶原嘛共款。教會兄弟姊妹，咱要講到咱的靈性的健康到底是安怎？馬太福音5章48節安尼講來，所以恁着循傳親恁天父的循傳，要完全像天父。你敢若看到這句就講免伊啊，我哪有可能呢？對吧？咱哪有可能親像天父遐爾完全？哪有可能啦？這是咱的目標，就是拄仔咧講迄個終極理想。咱知影，咱往這個目標行，往這個目標走。基督教信仰絕對毋是迄款安尼很抽象敢若講只好大喜功，毋是迄款，非常的具體。所以保羅甲咱提醒佇腓立比人書第3章16節安尼講來，但是咱所已經教的，就照這個來行，通過你日日換新，通過你結連的基督，聖神已經帶你來到這個地步啊！你就要照這個來行。聖神已經給你這款的機會啊！聖神已經給你這個恩賜啊！你就要照這個地步來行，這是一個過程。所以目標是要完全親像天父，在過程的中間，把握每一個已經到的處境。迄個處境毋是忽然間來的，咱相信上帝伊家己會引帶。
所以迄个处境，咱就好好把握机会，迄就是咱活出来属灵健康的情形。所以目标，记得保罗讲啊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这是两件事情啊。标杆目标在前面，完全我们可以完全向天父的完全。当亲像天父完全，但是我即马伫遮到目标这个过程中间，就是直跑。这个查某囡仔踮咧德州后壁是伊的故乡墨西哥，头前伊看无啥，干那人听人讲，阿公阿嬷讲，爸爸妈妈讲天堂伫遐，遐个人食牛排遮大块，遐个人穿的衫囡仔同细领，你穿落讲比你较大领，所以后壁藏掉，向着标杆，加载无互川普看到，安那无都掠起来。伊的目标伫遐，伊即摆阁是较细汉，但是知影安怎？我要直跑，要走，爱伫即个地步，伫即个时阵，我爱把握机会。我若无要行，我就退倒转去后壁。所以，你讲到教会兄弟姊妹，大家团契，逐种事工结连伫头基督，你有手有骹有指头啊，有逐种无同的肢体，这个叫做多样性。非常的多样化，非常的多样，非常的多样多元。不过，因为结连伫这个头，连接伫这个头，点伫基督的关系，咱会当看起来敢若真侪无同，不过拢是共一个。所以身体都爱甲头结连，才是健康嘛，对不？拄已经讲过啊，你骹若无要听中枢神经的机会，就变歹骹咯。其他部分拢共款，所以咱。无论你是属于指头啊，你是骹指头啊，还是你是胃，你是腹肚，你是皮肤，你任何一个所在，拢是归属于基督，拢是结连伫基督。亲像加勒泰以弗所这两段，特别是咱今仔所读的这段，咱各方面、各个肢体拢会长进，拢会长大，拢会大长起来，结连伫咱的头耶稣基督。所以踮咧教会，你会看到这款多样性甲一致性。迄款的多样性，甚至是非常的异样，非常的无同。不过，当咱联合做一个身体，结连伫耶稣基督的时阵，就会亲像少侪人看起来拢同。不过，当咱斗阵的时阵，干那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实力见安尔。虽然人真多，但是咱结连起来，干那高举耶稣基督的实力的。咱今仔日属灵教会，无论大人囡仔，将近要400个，咱毋惊，咱嘛袂。去互这人数甲咱限制掉。不过咱无论偌侪人，咱拢会记得，当咱结连起来时阵，是结连伫耶稣基督，结连伫耶稣基督。那安尼上落尾，咱要分享，既然是连伫个头，互相的关系真重要的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上尾在，甲咱讲，叫咱该连的运动，台语真水哦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，台语是讲该连的运动，叫你应该有的该连的运动，你爱发挥的功效，就是拄仔讲，在这个地步我就做到这个地步，行到遮我就来到这个所在。那安尼时阵，咱就会当互这个身体得到大长，伫听的内面，家己得到起坐。家己得到起坐，咱嘛得到起坐，别人嘛得到起坐，迄个就会走出来。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所咧讲的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同齐受苦；一个肢体得到阳光，所有的肢体，规个身躯、规个身体就欢喜快乐。伫帮战的中间，咱的大汉拄着困难，大家做阵分担。所以教会。结连伫耶稣基督，这个耶稣基督伊所显明的实况就是安怎？这个教会是毋是基督的教会？就是有互相帮衬无？敢有同甘共苦？历史顶头世间人对教会印象敢毋是安尼吗？因真正是基督徒，为什么？因为因感觉因有互相帮衬，因有相甲互相相疼。你若去伫个教会，你会去感受到这款的关系，结连伫耶稣基督的。
稳当的有这款。这两个拜堂的时间差几年，正平这个偌久以前的，倒平这个拜堂呢，其实同一间拜堂啊，是敢若时间无同。正平这间是60年前起好伫遮，你看伊四周围吼，四周围拢无厝，拢无厝，迄毋是咱迄阵啊电脑遐好把它修掉哦。即马电脑可以把别人都修掉，毋是？你看边仔拢无厝啊，后壁看落迄什物山啊？即边看去迄是什物山？即马佫看会着，迄阵啊看会着，即马看袂着。倒边即间厝咧，共即间啊，今年60年啦，吼，今年即个拜堂60年。啊，毋过所有来到即个所在出入的人，要讲这是基督的教会，因为结连的基督有互相相疼、同甜同苦。所以，那安尼时，咱就知影咯。健康，上帝互咱健康，就毋是干讲你的肉体拢袂死哦，毋是木乃伊吼。上帝毋是要互咱变木乃伊，是咱的灵魂、咱的性命的健康。这个老师，咱对伊无一定认同，因为咱对伊的印象，伊拢会讲吼，这叫弗洛伊德，伊咧讲的拢是遐个，咱感觉啊，敢若无啥了解的代志，讲性的关系啦，啊，讲做梦啦，讲啥心理的关系遐。毋过我咧想讲即句话吼，即句话伫伊的册内面找无伊的著作，但是伊的得意门生 Eric， 伊的得意门生讲，我的老师说，你讲啊，你敢免引用会用诶？所以吼，咱即个机会啊，顺续甲圣经复习一下好无？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什么人讲的？啊？互人会比摕到的较有福气，这什么人讲的？圣经是写讲主讲，主耶稣说，主耶稣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但是你四福音书甲并头吼。还无即句呢？啊，即句话谁讲的？伫倒一搭出现？踮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有一个使徒叫做保罗，伫使徒行传19章的所在，伊甲以弗所的教会长老互相劝勉了后，伊甲因讲主讲，互人的比摕到的较有福气，因为迄段。迄个路途是伊要甲哥林多教会的奉献，要甲帖撒罗尼迦腓立比的奉献，伊要摕去倒位？要摕去耶路撒冷。伊即抓是要往耶路撒冷去，所以特别劝勉这兄弟姊妹讲，互人的比摕到较好去。特别是咱的主有甲咱讲啥？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啊，毋过四福音书册拢无即句呢。有。其实你注意看哦，耶稣在讲到性命的态度就是安尼啊，敢毋是？耶稣规个咧讲的性命的意义就是伫遮，为了基督，你来失落性命的，你顶多要得到伊。你若为了家己甲物件拢摕来吼，拉条条，你到尾拢会失落去。好，耶稣真大的意思伫遮，但保罗。讲主有讲这话 ，OK， 我今仔日时间要讲这个啦。你若去并弗洛伊德所有册吼，没有这句话。但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，伊讲我的老师安尼讲，什么叫做健康？什么叫做健康？什么叫成熟？健康成熟就是你有爱人的能力，跟有工作有做工的能力。这做工无一定是讲土木工程、做电脑工技术，毋是讲遐。你只要会当做工，做任何的服侍，迄个能力就是你表示你健康。健康是要互你会当去疼人，健康互你有一个能力，你去疼人。所以，咱既然伫耶稣基督，就更较会当去体会到为什么叫做教会的记号，互人看到记号就是。同甜同苦，互相相疼，因为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，是一个健康的教会。对伫安尼，咱嘛要亲像正人讲，因为耶稣所做拢是好。求主帮助咱伫即礼拜中间，咱会当想看觅。
那耶稣所做逐项拢是好，我有啥物体验无？耶稣伫你的生命中间，捌做过倒一项，互你经验迄项不止好。咱台语讲不止好，吼，不止好。我的身体、我的心灵会健康，通过耶稣基督，互我得到换心。另外，如果健康，互我会当听人，会当服侍人，会当继续努力。那安尼，伫咧爱人如己，伫咧工作服侍顶头，我安怎去经验到即个健康所带来平安甲喜乐？这首诗歌真特别，伊是大溪地较俗伫咱咧讲的原住民迄款的海洋民族的一个旋律，但是真重要的是迄个歌词，特别是第2节甲第3节。一般咱的圣诗中间若翻译做台语吼，真少写讲翻译的人是啥，这毋是翻译伊甲加落去，特别伫咧即个歌词中间甲咱讲着。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，咱是一个结连的基督的教会。那安尼，咱毋若干对上帝领受丰盛的话命，咱阁要成做一个好的管家，要成做一个会晓甲人分享、会晓治理即个土地的一个管家。主上帝有丰盛话命之外，咱来吟这首诗歌。主上帝有丰盛我命主啊，你的话创造万所点世界，主上帝将乡土收赐予我。永远欠，高顶小环境主愿，愿感谢，落落先过做黎明，求家人，通伫第1节，搁一届第1节，主上帝。有丰盛我命主啊，赞美着创造万所点世界，感谢主，将乡土收赐予我，赞愿强，熬伫。请起立来吟第3节。愿奉献，落落先过做黎明，求家人，通伫地就延更里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来甲圣殿敬拜你，通领受你所要互阮身体、心灵得到健康的食物。阮也特别纪念有侪兄弟姊妹，可能因的肉体、精神有软弱，无论是伫咧厝的收养，还是伫病院入院，愿主你犹原同款，将你所应允的平安甲喜乐降落伫因的中间。恳求主圣神，互阮会当听调伫你的话，通互阮日日换心，成做主你所欢喜一个健康的教会，结连伫基督。愿安尼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